做出了选择，请张开双手，去吧，让风停留，是全新的轮角着你生长，内心阻碍达成泡沫。如果流星可以许愿的话，就让童话成为童话。如果梦想能够实现的话，就让生命燃烧升华。每一个决定命运的路口，都在于勇敢坚定的选择。我们都曾痛过、哭过、笑过，害怕什么？挫折、失败、难过，都不过是人生路途的风景。谢谢，太开心了。其实第一次上台，我们乐队的小伙伴有在聊到一个问题，其实